我嚟講，可能係認低眼中感受到嘅嗰一份自然，又或者係去探索嗰種素食嘅味道。第一站居然係西谷嘅車站便利店，食咗一份素食早餐。自然對話，我嘅鏡頭係唯一嘅回響。徒步之後，喺西屋入邊嘅餐廳，輕鬆揾到咗素食選項。素食旅行喺呢度毫無壓力。登上米倫，一個無車嘅環保小鎮。喺呢度，寧靜唔係冇聲音，而係留低只想聽嘅聲音。呢度守護嘅唔止係環境，更加係一種聆聽嘅能力。呢一日話俾我知，按照自己相信嘅方式去旅行、去生活，呢個世界一定會答覆你。呢個就係我熱愛所指嘅方向。